嘿，大家晚安。嘿，今仔日足欢喜，要来甲大家，要来甲大家做伙看即条或者我拍毋去即个首播吼，嘿嘿嘿，大家平安。即马先来点一个名吼，Yellow Love 晚安，食饱未 ？Ruby 晚安，食饱未？阿酸晚安，食饱未？阿咪晚安，食饱未 ？Mercury 晚安，食饱未？大家好，大家好。其实小等吼，咱即个首播放送的时间，其实有了细声吼，好，我过来调整一下。救命！今仔日前几工仔拢有较大声对无？今仔日毋知影是安怎，又搁变甲搁较细声。我来看觅，我倒位搁会使调整一下吼，大家歹势。这应该会使调整。好，毋知影敢有较好？我家己看迄个画面是有较大声啦，我搁好，毋知影敢有较大声？应该有。大家晚安，大家晚安。YU 晚安，食饱未？好，多谢大家。有较大声就好。其实，要安怎讲？无，就是我甲室友是小等伫小等迄个叫做啥？叫做首播放上了后，才会来当坐，就是集合才来分享。所以即马其实就是咧等待首播的时阵，甲大家开讲的时间哦。过客晚安，过客食饱未？即马趁伊无伫吼，先来甲大家开讲。过客讲今仔日有较忝，过客今仔日咧无用啥物？过客即马敢是咧读大学？因为就我知影，哪像是大学生拢会比国中，还是高中，还是国校啊，拢会比因搁较早开始晓寒，嘛会较早开始晓热的款。对，我毋过我毋捌读过大学，所以其实我嘛无讲作确定。工课开始变济啊！了解。安尼足忝的呢，安尼就是爱若读册，搁爱若做工课安尼莫怪。好，因为即马大家还咧等直播吼，所以我决定我要来食一个四修啊吼。即礼拜期末毋过报告还未做。这就是迄个传说中的迄个做啥物？客接部，客接部工作法。大家敢有听过有一种工作法，叫做迄个他妈多钟？他妈多钟，迄个他妈多钟就是叫做你先做工课做25分了后你就有5分钟会当休困，要创啥就创啥。毋过有另外一种效率更较悬的，叫做客接部工作法。就是拿迄个客接部共款就是安尼就用出来。伫迄个上尾的时阵，伫迄个要交的时阵 ，deadline 的时阵，才甲物件生出来。安尼嘛是会使。阿咪问讲，我今日暗顿食啥？我今日暗顿食火锅。暗顿食火锅，袂讲煮的袂讲原底无要互阮食。毋过伊无说字，就是煮较济，所以就添一碗，就添一碗互我食。内底无牛肉。我房间后壁迄敢是暗公鸟甲桥啊？
迄应该是，迄是石镜啦，迄是石镜。嘿，石镜就是迄个叫做 jellyfish，jellyfish，对 jellyfish。华语安怎讲？想袂起来。或者就是石镜。对，另外一个是桥仔，无毋对。哦，要找打手啊，要找打手安尼，好啦，我感好，我是不是应该反对一下？毋过我嘛感觉袂要紧啊。对，华语嘛有做水母啊，对，嘛有人讲水母吼，对啦，嘛有讲水母，对，哦，煞袂记一下。哦 ，Mercury 讲。头仔都种嘛有用过，毋过落尾发现嘛是迄个茄汁较适合。对啊，其实我感觉这就是看逐个人迄个做工课习惯嘛，做无共啦，无一定讲逐个人拢爱照迄个啥物，头仔都种，所以嘛袂要紧。哦，吹头章过去要先来吹头章，好安尼，你先去。爱注意哦，莫干着诶。对，听讲陈律师那像听讲陈律师昨雄无啥爽快，所以应该是干着啦。伊可能要袂公布，毋过又讲迄个，敢是今仔日还是明仔载，或者就是伊可能身体需要小休困一下。对，我代替律师甲大家讲一下。无，迄毋是，迄应该毋是地茯苓吼。你讲的应该是另外一个 YouTuber 吼。对，毋是。对，算写功课真正辛苦啊。学生写功课真正是，足忝的一件代志。好，来看拄着啥物问题吼？救命！头拄仔写一个数学，卡足久。一直想袂出来是倒位毋对啊！中线是要连到迄个三角形的迄个点对无？哦，数学袂就是袂晓，就是袂晓。OK， 这其实关心嘛，这个一个笑话。阿叔暗安，阿叔食饱未？敢有食暗顿啊？Mercury 讲食火锅吼。知影 Mercury 食的是啥物口味的火锅？大家食火锅拢是点啥物货？我若准我是家己一个人去食吼，我最介意食迄个叫做啥？小肥牛哦，就是华语叫做肥牛，就是较有迄个较油的迄个牛。我感觉迄其实。伊就是有分迄个较肥的，甲迄个较瘦的。我就是较介意迄个较肥的。我感觉伊较有迄个油，就是有一个香味吼。对，虽然应该是较食迄较大颗吼。对，就是脂肪较济，脂肪较济迄种。有的人无介意迄个味，就是有的人会感觉迄个脂肪足臭的。毋过其实我就是爱迄味吼，歹势。Ruby 食咸的，Ruby 食咸的。我无咧食咸啦，所以毋过迄个叫做啥，叫做麻辣锅迄嘛无一定是足咸的对无？我知影迄有诶是会使调整的，就是你会使叫伊卖咸，毋过伊嘛是有迄个香料的香味。五星暗安，五星食饱未？毋知影五星今仔日食啥？你可能无食到迄个，你可能无食到庙公的火锅。伊无煮偌济吼。Ruby 讲我会使去你上班的石头火锅。你上班的石头火锅，毋过迄应该足远的吼。你应该伫云林对无？我为新庄到遐，有较远。看敢是叫庙公甲我载，还是叫律师甲我载？
Mercury 原底想要食咖喱，啊，毋过附近无咖喱，所以就食咖喱火锅。哦，对，其实若是就心爱食咖喱啦，其实冠生嘛算是真爱食咖喱，嘿，啊，毋过，就是我的感觉，嘿，直接食咖喱饭，甲食迄个咖喱口味的其他物件，迄个滋味其实是差介济，就是咖喱火锅甲迄个咖喱面，就是比如讲咖喱的迄个乌冬，也是迄款的，甲迄个咖喱饭的咖喱，迄个滋味差足济呢。结婚我有看到呢，你留足济摆，我拢有看到呢。毋知影你敢是对？大家敢有看到？我毋知影大家敢有看到，因为我遮是有看到。我看卖哦。对，毋过我会迄个呢，我会迄个要安怎讲？我的 YouTube 的迄个开讲式直接看是看有，啊，毋过画面顶悬的迄个叫做啥？就是我放伫我即马直播画面顶悬的开讲式，那像是无呢？毋知影是安怎的安尼？大家拢是看 Top Chat， 就是重要信息，还是大家是看迄个所有的信息？因为我是看所有的信息，所以我看有。对，我毋知影是啥物状况。对，听讲前一阵啊 YouTube 嘛是，就是有怪怪吼。毋知影即马敢有解决啊？对，阿咪嘛有看到，阿咪嘛是看所有的。我看我即个，我即个 OBS 内底掠开讲式，敢重新整理，敢会出现？我来看卖。看起来嘛是无。哇，安尼是迄个 YouTube， 佫毋知影咧变啥物网啊？安尼嘛无得安怎？OK， 过去基本的工课吼，基本的功课是心得报告，迄个名叫做当代社会分析。啊，这惯性嘛袂晓。当代社会分析，迄个基本的报告应该嘛是有一个主题对无？应该嘛是有一个题目啊，互你照迄个题目去写对无？也是就直接叫你甲迄个你规个学期学所有的课程的即个心得，该写做一篇，敢会遮凶？应该袂遮凶哦。我毋知啊。老师传底片互恁看啊，安尼好。底片哦，若准是底片，安尼应该就毋免看足久，安尼看了写了应该要无算是安怎讲。但是若做迄个有诶基本诶功课，有诶迄个作答诶，你可能爱开，凡是爱开2-3个礼拜，才有可能完成诶迄种。你若是拖到尾，就会做凄惨。毋过若是看底片写一个心得，应该要有救吼。看你会使看我诶台，安尼应该是迄个时间拢伫你诶掌握之中吼，安尼应该免伤烦恼。若是有迄个拄到啥物状况吼，常无灵感，甲咱的各位信众朋友开讲一个，应该嘛是，会使互相斗相共啦，应该袂代志。我来偷食一个我的刺绣啊吼。大家会使约看卖我来食啥。顶摆哪想有甲大家讲，就是歹势。顶摆哪想有甲大家讲，就是我拢会伫桌仔顶放一寡刺绣啊，牛肉干，哇！大家拢知影我爱食牛吼，
毋过毋过牛肉干较甜，嘿，我较嘿，讲起来较歹势，我较面大波，嘿，我较面大波，所以我袂可能这做我的四手啊，嘿，家风的阿母较紧啊，安尼爱写字呢，安尼哦，安尼阿母嘛爱写字，安尼家己嘛爱写字，嘿。听讲最近迄个疫情阁有咧传哦，而且听讲中国哪像有咧毋是豆豆有讲要迄个解除因的，就是限制就对，嘿，所以真正阁互人开始烦恼啊！即个疫情的发展，大家拢爱照顾家己，毋通感着，嘿，而且即摆天气，我感觉油原是足寒的，嘿，所以请大家爱注意保暖，嘛爱，佫是迄句话啦，食好饱，穿好烧，好好休困，对，尤其是咧迄个考试的学生啊吼，爱咩来讲，就是学生啊，读册压力较大吼，所以嘛是爱，就是佫较爱注意啦，读册压力较大的时阵，听讲。就是迄个抵抗力会较歹，所以真正爱注意。对，我以前读册读甲有时读甲伤过认真的时阵吼，嘛是限面吼，嘛是我嘛有伫迄个重要的考试进前，就是可能真正是因为读册压力较大，就是身体真正会较歹，搁伫迄个或者啥重要的考试进前发烧，即款状况嘛有。对，大家爱注意，要袂动鼻孔，安尼找时间动一下吼，就是看若准真正无说字互画着，嘛是爱看是看医生，还是安怎吼，对，爱注意呢，爱注意。哦，阿咪足厉害哦，听得出来是较软的点心哦，敖听，对。对，顶摆讲到迄个啦，伫桌仔顶会放足侪四手啊吼，就是因为，做即款需要动头脑的工课，等动头脑了后，就会感觉足枵，所以就会感觉足需要伫迄个，桌仔顶放一寡四手啊，互我需要的时阵随时会使补充。毋知影大家敢有即款的习惯呢？还是敢若我有？恁的桌仔顶拢放啥物物件？我知影最近 Ruby 是毋是有一个新的桌啊？你专工要摕来画图的，对，我做好现大家拢伫桌仔顶放啥？反正咱有机会嘛，会使办一个啥物桌啊交流会哦，看卖大家的桌啊吼，拢放啥物？读册无得认真，读册无得认真哦，嘛有可能是迄个册对你来讲吼。无够深熟，我嘛有即款的体验呢，就是对啊，有的册你就是无兴趣啊，你无兴趣，你当然就较无法度专心读，这嘛是事上的代志，好啦，来讲这个答案吼，冠军到底食啥？这是迄个，不要讲伫 Costco 买的，好做啥？我嘛毋知。或者英语好做 chocolate crepe， 敢是读做 crepe， 应该是法文，应该是法语。或者就是，伊是一个软的，有形是，敢有形是饼，应该算是种，嘛毋是饼吼，应该是算是，算是法国的润饼，内底是包迄个巧克力豆，甜甜好食。对，花枝嘛有讲，或者巧克力豆派，无毋对，爱食甜的，毋是韩国，伊应该是为法国来的，为法国来的，顶面讲会使食冷的嘛，会使食烧的，若准备食烧的，你会使摕去迄个烘炉内底烘，无嘛会使摕去迄个微波炉内底微波。拢会使，我是食冷的啦，
Mercury 做啊顶讲猫。毋过通常猫仔应该交了你做工课对无？听讲迄个摕迄个笔记簿啊，迄型的迄个电脑出来的时阵，猫仔就介意坐伫迄个小小的所在顶面啦。若无猫仔嘛会爬伫你的迄个骹腿顶面，对，有时就会搅扰你做工课。就较真正爱加好困加啉水。听讲较真会较食袂落，还是会吐，还是安怎？可能，对，反正就是爱想办法补充营养啦。对，上重要嘛是爱照迄个啦，嘛是爱照医生的吩咐，嘛是爱照医生的吩咐来看要安怎食，要食啥物药啊？爱听医生的话，袂使。色素暗胺，低色素暗胺，袂使互我感觉到，感觉啥物？袂使互我感觉到读册快乐呢。我看卖，若准感冒会使解决数学，你愿意？阿酸讲的。无感冒的时阵，应该是头脑会变较戆吼，所以应该是愈来愈无法度解决数学，对，所以莫感冒好无阿酸。无正头的迄款嘛是有迄个呢，嘛是有感染的，所以毋过袂赴啊吼，你应该迄个，你应该知影的时阵嘛已经骑脚踏车4个钟啊，可能已经袂赴啊。毋知影敢有挂喙炎？因为即马政策是讲伫外口毋免挂喙炎对无？好啦，反正即嘛无法度，反正你迄时毋知嘛，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好啦，干来会使请大家好好啊，迄个，干来会使请大家好好保重，好好注意吼。烧的足好食。对，烧的嘛好食，毋过较便大，我放伫桌顶就是冷的直接，沙来就食。伊冷的甲烧的拢好食啦，拢好食，对，或者伊就讲伊是专工设计，会使有2款无共的食法，所以，或者好食就好，恁兜阿咪嘛会放伫你，嘛会伫你的桌顶。嘛伫你的桌顶，我知影 Ruby 厝里毋若一只猫嘛，结果有挂喙暗，因为喙鬚拢无咧哭。原来是安尼。家仔有挂，家仔你无哭喙鬚，家仔无哭喙鬚。高中的时阵，足介意迄个黑白骑车。我做学生的时阵嘛是骑脚踏车去上课，毋过无讲做定咧4个钟啦，因为我其实我较偏大运动吼，所以我若是会使踮厝内，我就踮厝内。对，所以较无迄个骑车4个黑白钟的这种经验吼。2只阿咪。2只对我来讲足济咧，迄个五星1只我就感觉足济啊。其实嘛毋是我的猫啊，是五星的猫啊。毋过伊足介意4个黑白钟。猫啊，听讲逐只猫啊的个性足无共，有的猫啊就是较要安怎讲，伊就会伫迄个门头前吼，伊就一直甲你叫吼，你若是有门关起来。伊就是认为伊就是要过去，伊就是想要去人险，伊就硬要过去，伊就一直甲你解，一直解你，解甲你来甲伊开门，伊才欢喜。对，有的猫仔安尼，加在迄个阿咪，即马较袂，五星岛的迄个阿咪即马较袂啊。
啊，四只变两只。对，我知影迄个 Ruby 的迄个 Twitter 的自我介绍有写着。哦，过去透早5点就起床，哦，骑脚踏车去等校车。哦，我之前有做过较成的代志，就是我以早读高中的时阵，就是捌伫册顶悬读着讲，迄个你若是有较运动，有较对，就是有较运动，你的头脑会较清楚。啊，我迄阵就想讲，好，无我来试看觅吼，就是我看敢会当为厝呢，为厝呢用走的走去学校。啊，毋过我学校离我迄阵阮兜就是较远啦，有距离，有一点仔距离。啊，我应该嘛是差不多透早5点，无到对5点半，差不多迄阵5点半就起床。啊，起床了后就直接用走的，啊，走到学校嘛，差不多要7点，有够忝。啊，毋过可能嘛是因为我体力无好啦，所以我有走咧，就嘛爱歇喘一下吼，就变做到尾仔就变做较成是用行的，较无成是用走的，对，啊，毋过嘛，落尾嘛无坚持落来啦，就是体力真正歹吼，伤忝嘛，无法度逐工安尼，所以落尾嘛是骑脚踏车去吼。哦，足侪人有相共经验呢，骑车去车站等早时6点的火车有奥多摆吼，无少年人想要去骑自転車，自転車，哦，啊毋過無啊，毋過迄個高中，即擺考奧多擺駕照是，敢是愛18歲啊？因為我無法度考，所以我嘛毋知。雖然迄應該嘛是我咧管的吼，迄嘛算是考試。對。奇怪，若准是18歲才會當考，安尼有誒高中生嘛無法度騎奧多擺啊，可能高中1年也是2年，對，應該差不多愛高中3年誒時陣才有法度騎奧多擺。對，啊，毋過大學生應該真正就較無人咧騎，無人咧騎迄個自転車，可能。大學生吼，若是有奧多擺，真正就是選奧多擺。哦，對，嘛有迄個電動機車，電動的迄個有誒是寫做電動自行車嘛，迄種應該就算是鐵馬，迄種若算是鐵馬，敢是毋免駕照？我袂記得啦，應該是吼，有迄種誒是毋免駕照誒。啊，毋過我看起來，迄嘛若機車共款誒，哦，真濟學生攏騎迄去上課。我怪，毋過，迄嘛算是，無啊，可能有一寡安全的顧慮對吧？因為大家其實咧騎的時陣，應該嘛是直接甲當做是機車，直接當做是奧多擺咧騎吼，所以無啦，迄應該就是一個。對，毋過伊個速度嘛無遐緊，所以我感覺安尼顛倒危險。你若是速度有夠緊安尼，有誒迄個要安怎講？就是你若是速度無法度遐緊誒時陣，有時喺後壁誒車足緊誒時陣，你就無法度閃。佇某一寡狀況之下嘛，算是危險誒。我感覺是安尼啦。雖然我毋是真了解，啊，毋過就是，或者大家愛注意，應該愛做啥物安全的迄個，要，對，準備要修補哈，嘛講足久啊，互狗仔肉的時陣危險，有影，對，互狗仔肉的時陣真正愛有速度愛有夠，好，要修補啊。
诶、我还要不要照出来？诶、现在要不要照出来？大家刚开始看到迄个手部的倒头神啊？诶、来看卖，有啊有啊有啊，我遮有啊，耶！哎，足期待的。好，我来遐开讲斜讲。嗯，哦，真大声，歹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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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因为我的直播做细声的。诶，失礼大家，互大家惊到啊！诶，我应该关我的背景音乐关掉吼。哦哦，紧张紧张。紧张。嗯嗯。We could.
哦哦哦。真正是，诶、无我真正感觉死了，先摆真正做够好唱诶。哦，啊，毋过伊嘛已经来啊，所以咱即摆会使来咱会使来好好开讲啊。啊，毋过我甲伊通知一下。先摆，毋知影先摆敢准备好啊？我来甲我的背景声音无去啊？啊好，即马有啊。欢迎大家转来啊！欢迎大家转来。头拄有足侪人伫开讲室有出现。头拄有足侪人伫迄个首播的开讲室出现，比如讲有时啊，毋过伊即马是毋是无伫遮？奇怪，我是毋是互大家毋知影？我是毋是互大家毋知影？即马佫有即个后日谈的即个直播啊？大家敢若知影有迄个首播尔。无要紧。啊，毋过我的背景音乐真正走无去呢，救命！救命！救命！安尼应该有。好，欢迎大家转来。无，主要嘛是先摆足厉害啦。我毋是上厉害的。哦，我佫愈来愈细声呢。我救命！我调整一下啊。我的麦克，安尼应该有甲头拄差不多。好。先摆遐嘛有，因为先摆遐嘛有害信，所以伊可能要咧调整，所以咱会使佫小等一下吼。对啊，我有发文甲大家通知，所以大家应该知影，无要紧，会伫出现啦，先摆出现啦，欢迎，较早，现在大家拢介意伫暗时讲较早。等一下，你说点话。我讲话。好，大家如果声音如果怎么样，可以再跟我说。OK， 无问题，我来看卖哦。OK，那你再开始开讲啊。笑死！来跟大家科普一下，我们没有事前蕊过任何稿啦，好不好？今天是脱稿演出啦。哇，这也使跟大家讲啊。应该是没有关系啦，好不好？通常那些安尼讲吼，就是其实有蕊过啦。安尼。是哦。对，大概都会伫一个，唔知影咱到底敢有蕊过即个。对。OK， 好，那我们就是我们很累，我们为了这个后日谈，我们蕊稿蕊了快2天2夜，对不对？对，差不多，可能要3天啊吼。对啊，我们真的很辛苦对不对？对，所以请大家吼，等一寡钱
来支持这个。哇，你直接哇，开场在伸手要钱，你是乞丐。哎，去食之王啊！哎，要做去食就爱做迄个上厉害的。OK， 你不是跪着要饭呐，大家伸手要钱的，可以吧？而且我看到你的资讯栏有一个很好笑的东西，你为什么把我的绿界跟欧宝放在那里？无啊，我想讲有钱大家赚吼。通常无人安尼做是吗？对，通常不会有人把那个放在那里。应该不要紧啦。这当然是没有关系啊，好不好？大家要给我钱，我当然是谢谢各位。我是不会拒绝钱的啦，好不好？对啊，其实若是等迄个，若是用历届等钱互你应该嘛无法度退款对吧？无法度退款，好像绿界好像可以，反而是 YT 不行。哦。对啊，那可惜的，怎么会退款呢？对不对？到手的怎么可以放过？问唔对。就是。YouTube 我较唔知影，因为我还未过收益。为什么？你为什么还没过收益？哈？你为什么还没过收益？订阅都要未到1000吼。太夸张了吧！太夸张了，怎么会这样？为什么你还没有签订？安尼是咧甲我检讨还是？哦，没有啦，我在检讨，一边检讨你，一边检讨这个世界。我帮你出一口恶气，好不好？我帮你出一口恶气。烂，林冠生就是烂。没有。好像检讨错人了啦。感觉后一站就这样刺激。不是啦，我一直以为你现在差多少啊？我看卖哦，我的数学无好，不过我即马敢若有732，所以我要欠268。好啊，那应该很快啦。其实这个数目应该还蛮快的啊。我跟你讲，这首歌发了，你过1个月应该可以达成签订吧？有没有信心？有哈。有啦。讲到有信心，我要来跟大家爆料一件事情。来，我滑一下好不好？因为那个东西有一阵子了，我稍微有点印象，我本来要公审它，好，但是我看一下等下我找一下，你觉得我要讲什么？我知，敢是迄个进前咱讲什么红白迄个新年秀的时阵，讲倒一组会赢。无讲迄个，咱的时间拄着对面迄个嘛是厉害，应该是企业社对吧？对。买。来，哦，来看一下，那是哪边的啊？我现在找不到了。那有可能互你找到。没有，来看一下，我看一下哦。什么啊？在哪里？伫你找的时阵，我这有一个观众朋友问讲，若是投你的历届，敢会伫我的画面顶悬出现？应该袂，不过需要会使甲你感谢。对，我可以感谢你。应该是你，不然你现在把我的绿界的那个链接放到你的 OBS。你要等互我呢？嘛是会使啊。我要笑死。不过你先等互我。多谢过客。谢谢斗内，快点！我跟你讲，这个东西是神霄跟冠生邀请我的这样子，所以如果你们真的很喜欢这首歌，请把钱给他们啦，好不好？我基本上是在躺着。没啦，那有。我基本上就是在里面躺着啊。唱歌好我唱，做东西好我做，安尼都是听起来有做这代志，安尼听起来其实是阮咧甲你苦读呢，一直叫你做物件。讲到这个就有点伤心难过，因为他在这个过程一直拿鞭子抽我，然后跟我说我如果再不做的话，就会砍断我一只手。我希望大家可以在这边帮我平反，他真的很过分，他都拿内裤套我头上。
哦，安尼哦，请大家吼，若是明仔载佫想要看到死了，哦，请大家互我钱，互我100万，哎，你明仔载叫我佫看到伊哦。你看，你看，你看，你就知道我在跟他合作的时候，我都受到什么待遇。这个合作1个月半啦，好不好？讲笑的，讲笑的。我看一下，我找到了，来，你们你们如果不知道我们红白对到谁，因为他是红白组对抗赛，我们是白组的最后一组，我们对到是一家很屌的，就是企业式啊，这样子。然后呢，对，反正就真的。然后呢，他就说，等一下我看一下，谢谢过客，对。有哦，谢谢过客的50块。他丢钱在我这里，好爽哦。我这嘛有50块啦。哇，太棒了，好耶！这个1个月半，终于第一次拿到。好，我要跟大家来说，我们就在讨论呐，他觉得暴揍好像是常态啦，他已经可以预期被我们对面的选手暴揍一波。我就说你要有自信一点啊，对不对？然后他就说可以啦，我们会揍爆他们，原创曲小天才一定红，2023是我们的天下的。这一听就知影冠星袂安尼讲话对无？我的信众朋友应该拢知影吼。哦，你有看我的画面吗？我的画面刚有人用钱打我，跟我说他很喜欢看我欺负你耶。我看到100块，对不？100块。对，然后他说他想要我欺负你多一点。好啦，即马因为人有纳钱吼，所以互你一个机会，开放2分钟，互你欺负，好无？哇，2分钟你很 M 你很 M 2分钟很多我可能没办法2分钟。即摆到底是谁咧欺负谁，咱就看卖。你敢有法度2分钟来？哎呦，这样子，想袂到吼。反客为主啦。但我好像才是客所以你今天内裤是什么颜色的？其实我嘛唔知，你小等一下。灵魂拷问，真的假的？等下你先不要讲。主要是安怎啊？大家要有没有帮你加码，好不好？观众加码，你就跟大家说这样。OK， 好，安尼要付偌济？无毋过钱嘛是你咧摕哦。没有，丢你那，想知道它的颜色的丢他那，好不好？我跟你讲，后日谈，没有人在聊音乐，我们今天就来聊他内裤的颜色，好不好？好啊，安尼介绍是谁决定？我决定啊。好，不然你决定，你觉得你的内裤颜色值多少？救命！色水哦，敢若色水安尼，600块好啊。哎呦 ，OK， 我们就来看啦，好不好？600块很超值吧？你平常都没办法接触到这一块，对不对 ？Oh my god！ 我这是我头一摆有迄个为着钱来出卖家己的身体的感觉。这是你第一次哦！我想说你看起来这么熟练，你已经应该是老练的棒棒了。喂，卖我袂讲。月，我才没有说谎。我才有人开始讲迄个等下要去7啊。要去纳钱啊！好棒啊！我们就等啦，好不好？等下你如果一看到有人丢，你就直接大声的把颜色念出来。好。哇，好爽哦！你什么都好有钱就好吼，有钱啥物拢好讲吼。有钱都好，对，这个也是我的至理名言好不好？无毋对，咱就是欠钱吼。没错，我们就是缺钱啊！在这边跟大家说一句话，我们会不会做歌，会不会称霸2023年原创曲天下，我是不知道，但我们真的缺钱无钱那我都做歌对无？真的没钱怎么做歌？而且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我是不是刚开台前跟你说，我今天会比较认真一点？对呢。
哇，我刚刚讲一讲，突然想到，我想跟你讲说，我今天不会那么难搞，我今天会就是比较正常一点。可能这对你来讲已经是正常啊。没有，你没有，我现在就是来让你看看什么叫做正式，好不好？来，好的，所以非常感谢大家今天来到我把我弄丢了的，非常感谢那个神霄跟林冠生。邀请我合作，能跟他合作，真的感到非常荣幸。在合作的期间，他真的很厉害哦，好不好？他都会好好的手把手的带领我，教我唱出每一个音，这样子。然后如果唱的不对的时候，他也会就是适时的给予鞭子，像是巴掌之类的。所以这部分真的很感谢他，我才可以录出这么棒的音，才可以不断的突破我自己。这样，谢谢冠神，谢谢神霄，愿意给我这个机会，让我跟大佬们合作。这样，谢谢大家。对啊，小等你的观众都要来听庙啊！哇，不错吧？我遮有观众朋友问一个足重要的问题吼，伊讲若准等1200箍，敢会当两个人拢知影？我讲，你敢丢，我就敢讲。安尼是要等600箍伫我遮，600箍伫你遐？没关系啊，看他啦，好不好？看他，我觉得这个，不然给你好不好？给你啦，我觉得今天是你的主场秀。幸好我今天是好看的。Oh my god！ 咱到底当时要开始讲音乐的代志？我们都是你啦，好哟！你们是开什么话题？奇怪，是上开始讲这个。你啊，是你刚突然就说你的内裤好大，我想说什么东西？喂，好啦，不过若是无穿内裤，是无法度创作出这个感动人的音乐。好，好，原来是这样 ，OK，好。所以大家知道，你要会写歌，你就是要知道怎么穿内裤啦，好不好？无唔对。没错，你看柴可，你知道吗？下次穿了，你就可以称霸 OVC 的。伊平常时嘛无咧穿啊。对啊，哇，你都下空哦，好看没有啦？哈，安尼会感冒呢？哇，你好体贴人哦！那你会跟他说多喝热水吗？会使啊。你好烂哦！你真的很烂呢。无要叫伊啉冰的呢。哦 ，OK。他问你要不要买给他？买啥物？裤？买热水给他。烧水就爱买，烧水你伫迄落啊，你家己煮水就好啊。是他如果没有瓦斯怎么办？就爱买ga斯啊。可是买水不是比较便宜吗？不过买着都毋是烧的，通常迄个超商。你看，柴可，我直接一句话送给你啊！大家以后找男朋友不要找像林冠生这种买一罐热水，还要在那边斤斤计较，然后他就是怎样，他在那边帮你出主意的时候，就代表一件事情，他不想买给你。这个男人他不够喜欢你，他不愿意为你付出，这个男人真的不行啊，好不好？你讲的其实无毋对，真正袂使。这个真的不行哦，好不好？你看，唔通经这种的哦，唔通经这种的。没错，这种的袂使做男朋友啦。不过会使做爱豆，把钱拢互我，安尼会使。OK， 你是什么客家系？哎呦，袂使，安尼就是对人。等一下我看一下哦。哇！我才有收到。我才嘛收到啊！我才有600块啊！我嘛是600块。哇！我这是号做月。我是那个过客。好啊！大声吼！那你先大声哦！大声哦！大家注意耳啊哦！Oh shit！
就这样没了。啊，无咧。你要形容啊。哦，四角的。啊，然后嘞？臭臭。无啦。什么东西？你刚刚是你再说一次？我没有，我没有预期冠生是这样子的人哦。你不是讲要形容？无我爱讲胖胖，你讲胖胖，不是更较奇怪？我是没有很懂男生的下面是怎样啦，但是 OK，等一下，我确认一件事情，你是男生还是女生？其实我嘛唔知，无啦，会使讲是查甫的啦，嘿。啊，好，对，OK，其实是看心情啊，毋过主要是查甫的。哦，原来是这样子。好吧，那没得消费，好可怜，好可惜。哦，你要消费，安尼我嘛会使做查某的，互你消费嘛是会使。我先换我的，换接入我的啦，好不好 ？OK。好，我等下我看一下，我确认一下。好，我跟你是同色系啦，好不好？我是黑色侧边镂空蕾丝，不错吧？好，多谢四位分享。耶！这首歌真的很好听哎，对不对？哦，我这个观众讲，伊头拄仔迄个已经要入卡，哦，已经准备要入卡，啊，毋过就听到已经有人等600块啊，啊，伊就无要互我钱啊，哦，安尼，咱应该哦调工拖拖刷刷吼，莫遐尔紧就公布。你好过分哦，你很奸诈哎，我没有想要这样子哎。讲笑的，讲笑的。我笑死，你好奸诈哦。无要安怎生存。好像也是哎，你好像懂做生意耶。对，哦，袂晓做人，会晓做生意。啊，没错，好笑。好了，我们是应该进入正题吗？要吗？我们今天有要吗？还是就算了？你敢知影我伫迄个我的说明内底有写，今仔日要分享一寡创作过程的代志，有呢。我有看到。哦，早若知影我就无爱写。好啦。哦，好，有看到。无即摆偷偷改改。好啦，没关系。这样子你可能会就是生肖可能会对于他们跟我合作这件事情感到绝望啦，好不好？啊，对呢。庙公会找你生肖安尼，无应该是找我生肖。对，你应该是比较危险，我应该还好啦。对。好啦，无大家嘛会使，就是大家对即条歌若是有啥物想要分享恁的心得，还是有啥物想要问的，其实嘛会使伫开讲室直接问。我其实嘛咧想讲，会使甲大家分享咱一开始是安怎会想要写即条歌，就是即条歌想要表达啥物款的心情。其实迄阵我就是想着，有足侪人就是到迄个可能是做工课了啊，转去厝呢的时阵就明明迄个时阵就应该爱来困哦，啊毋过都无想要困吼，都想要留一寡时间互家己。即个心情，无啊，其实就遮尔简单。没错，而且我觉得很巧，因为他那时候来找我，就是来问说想要合作的时候，这个可以先，我想一下顺序。好，我先分享完你讲的这个，就是我们真的很巧，因为那一阵子我刚好在想一样的事情啊，缘分啊，所以对，缘分真的是缘分。然后就想说，还有一个很屌的事情是，因为我很少，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同时创作，因为大部分我的合作曲都是我自己写完，跟写完对方的，然后请对方配唱这样子，所以这是我第一次跟别人同时合作，还蛮神奇的，我觉得。
我嘛是感觉对，其实这嘛是我头一摆甲别人合作写歌啦，我的经验无参像先摆遐尔丰富。Shut up！ OK， 再叫前辈你试试看啊，我揍死你！啊，救命！大家都知影平常时也是送咧，送欺负啊吼。没有，好不好？不是，谁喜欢被叫前辈？我不喜欢，感觉很别扭哎。哦，安尼我还叫你啥物？你较欢喜？我的名字啊，对吧？啊，呵呵呵，安尼足感谢我的名字。哎，白痴！哦，这个文昌代理真无救啊！这是没救的哎！这条天师大声说自己的内裤，我的天哪，疯了！哦，为着钱，啥物拢做会到啦。奇怪，头拄仔讲到倒位？我想一下哦，讲到我忘了。这个合作的经验就是做神奇的啦。哦，对，很神奇。我想一下，你觉得神奇的点在哪？哦，就是有多侪所在呢，就是嘛有你头拄仔讲的，就是咱算是，就真正是做伙创作，就是咱这应该会使甲大家讲，就是咱具体是安怎来做这条歌出来，就是。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迄阵咱是就是大家看即个 PV 内底嘛有写，就是阮的迄个编曲是 RNG Silvercraft， 阮是请 RNG Silvercraft 甲咱写即个 beat， 咱有即个 beat 了后，咱就为迄个 beat 来写咱的歌词。咱一开始就是有分配讲迄个。希尔写一部分，我写一部分，就算是同一个时间咧写，就毋是讲一个人先甲全部写好了，才互另外一个人改，也是安怎？对，对，咱没错，其实一开始就是嘛是敢若有讲着，咱有即种心情，咱拢有即种心情，咱就是我着写我对即个心情的一寡感觉。希尔嘛是写一寡伊对即个心情的感觉，对吧？对。我想一下哦，我觉得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你们知道我们上述说的这一些事情，基本上是在1个月半内完成的，然后所有事情同时在跑，是我们去先请那个 RNG 老师编曲。然后怎样呢？一边想词，然后第一版曲出来，然后我们就用它，然后一边想，等于说我们跟曲同时在跑。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糟糕的示范。因为咱其实会变遐赶，就是因为发现有迄个红白会使参加嘛。对，这个我就要讲到我犯了一个很雷的错。好，我们等一下再来讲这个，就是因为为了参加红白新人红白的秀，这样，对，然后他真的很，你是什么时候来说这件事情呢？我其实忘记了。其实我也没记起来，不过其实嘛是，无我今麦看卖，来看咱的对话吼。好，那你滑，然后我现在讲红白到底发生什么事，因为它有分成综艺秀跟新人秀，然后其实红白有邀请我去参加综艺秀，因为综艺秀是邀请制度这样子，然后我不小心给人家，我本来没打算报啊，今年红白我本来没打算参加，但我还在一个有点犹豫的状态，然后他们来问的时候，我心里就在想说，那好像可以借着这次的机会，不然就要上就一起上红白，然后。我想说就报综艺秀，然后我错过报名时间快整1个月，然后我是跪着去跟主办说，对不起，你们可以让我补报吗？我很抱歉，我真的很烂，可是我很想参加，东西都在制作中的，请让我参加。那他们就放我们进去新人秀了，好耶！这拢要感谢希尔啦。没有啦，对不起，我是雷包啦。抱歉。
莫安尼人真正会叫是我甲你欺负。我那时候，你知道，我那时候真的是天崩地裂。我那时候一看到，我想说，完了，真的完了，因为超尴尬，我就是会被贴上雷包标签呐、哦哟！哎呦，袂啦，气死我了！我有找到啦，咱迄阵是10月20的时阵开始有联络的，差不多。1个月，甚至可能没有1个月半，就是1个月。对，好可怕哦！足紧，有够紧。对，对。看一下哦，各写各的，这样接得起来哦。其实可以，但是我们讨论很多事啦。对。因为要安怎讲？毋知影要安怎讲，就是迄阵一开始就有想讲，因为其实是一开始就确定冠生写台语啊，时而写华语嘛。对，所以敢袂当讲，因为非得就是无共的语言，所以迄个要安怎讲？一开始就毋是足，好，我毋知影我咧讲啥。哦，但你让我想起一件事情，他那时候来说是想要做3语歌，有英文、有台语跟有就是华语。对。落尾嘛是有达成嘛。对啊。有完成，有完成。啊，对，有。然后还让我唱了台语。对，就真正是摕迄个。逼你唱台语吼。对，没错。而且，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我是怎么唱出台语。他有朗诵那一句给我听。对，好你参考啦。这个我没跟你讲，但之后因为我会员里面有一节是可以听我的黑历史，我把那一些我唱坏的台语片段全部存成一轨，然后我之后会发给大家听。你知道那一句我录多久吗？白痴，我那一句录了快20遍呢。辛苦啊！就真的很难啊！台语有一个溃靠，我觉得很难。我甚至都不知道我有没有唱出来那个溃靠。我感觉真好听啦！我讲实在，其实我足介意听，我足介意听时而唱台语的，对。我看你是疯了啦，好不好？应该无。笑死！我这个观众嘛，讲你唱歌足好听啊。真贴心，跟冠色就是不一样，真可爱。奇怪，我毋是有甲你讲足好听？好，无要紧，拢安尼。笑死！对啊，台语是有较困难啦，就是。对啊。声音有诶声音无共款。毋过，嘛紧吼，加唱的一定会愈来愈高。但我觉得你可以分享一下，台语的写词方法跟华语写词思维不一样，对不对？对，我遮嘛有观众朋友讲无共的语言，迄个创作的理路、创作的逻辑都会无共款。对，确实是安尼，就是嘛免讲台语吼，若是用英语来写的时阵，甲用华语来写的时阵，都会无共。而且要安怎讲？台语就是有一寡文法，也是台语有一寡词是无法度讲你先写华语，无法度讲你先写华语，佮家己翻做，才佮家己翻做台语安尼。其实是无法度的，就是迄个开口都会无共款。就是一听就会知影是为华语翻过来的。对，所以我想看觅哦。我咧想讲有啥物对大家较有帮助的，若是大家有想要用台语来创作的时阵，一寡建议。无，我就是感觉词典啊，就是即马真正咱写词的时阵，真正会拄着一个困难，就是有的词咱台语毋知影安怎讲，尤其是一寡较新的物件，比如讲啥物。讲啥物 keyboard，
这都无一定知影台语安怎讲，所以即个时阵就真正需要去找书店，对。哦，他们有帮你补充第一条，就是你要先会说台语。其实嘛，安尼讲嘛无毋对啦，就是你要用一个，其实我感觉就是咱学语言的时阵，会晓讲甲会使摕来创作，佫是无共款的迄个程度呢。就是你会晓讲英语，啊，毋过你无一定有法度用英语来写歌，因为你要家己摕来写歌，伊真正是佫较困难。而且你若是要倒句、要押韵，你就会需要对迄个语言真正有较深的了解。要够熟就对的。对。这真的很难因为我真的有跟就是台币里面有在写台语饶舌的叫恰克，这样是一只狗，然后我有看过他的词，然后他就有跟我分享过说，台语的词完全要用台语思维去想。就是中文好像没有办法直翻，所以押韵会超级难想的。对，确实是安尼。但就心讲有人整理迄个呢，押韵表，就是甲会使押韵的词，拢整理做一个表。这个在我们的就是有一个潜规则算行规，就是自己要有自己的押韵表，不可以偷别人的。安尼哦。所以没错，我们自己会有这样饶舌，就是唱饶舌的比较忌讳这件事情。但我不知道，我觉得台语饶舌应该也是同一个概念，他应该是不会去看那个东西。所以是安怎？平常时啊，毋知影要创啥的时阵，就开始想，家己写落来是。对，真的会。我自己也有一个押韵的备忘录，就是在手机里面。我嘛会呢，咱正完全无。讲过即阵代志，毋过我嘛会，我想用，毋知影要创啥的时阵，就开始想，啥物会使押韵。没错，为什么我们合作过后会不知道这件事？都知影，真正是感情无好我们基本上，因为我们时间都很难巧，尤其是就是我时间真的很难巧，然后那时候我们基本上讨论都是进去。讲重点，然后讲完重点，赶快走。对，真正足赶的。我们没有什么时间闲聊其实。敢若会使趁钱嘛吼。对，我们就是只有在这个时间点可以闲聊一下。对，拢做无用啦。真的会创作的人，真的都会有一个小小押韵备忘录。其实我迄整理迄个。押韵的时阵，我嘛会去想，就是有啥无共款的语言嘛会使押韵。这个就看你的该怎么讲，思维跟跳痛，还有词汇量。对。不错哦，那你可以出第2首歌咯。嘛是会使。我上介意的就是你好像是很 rich 哦。无，请大家互我变较 rich 好无？大家等钱我就会使出新的歌。没错，真的是这样，这点就是这么现实啦。我得，爱钱了我就创作。我阁有想到啦，就是其实听别人的创作嘛是足重要的，对无？就是。我觉得是，就是我在做同一个曲风的时候，我会去大量的听那个曲风的东西。而且咱一开始合作的时阵，就是我家己是感觉我听无够济，所以其实迄阵嘛是需要有互我足济推荐的歌，互我参考。对我来讲，其实是有真大的启发。真的假的？有帮到就好。我还在想说，不知道你会不会去听好不好？很多人都是说，听了很好听，但是没有听好不好？无敢爱甲迄个，因为听起来可能有一个观众朋友会安尼问，可能是有想要创作对无？其实咱嘛拢是足鼓励大家来创作的人，对无？没错，对啊，非常之鼓励。对。想讲你敢有啥物
会使推荐互大家，会使推荐一寡会使去听的团体安尼。啊，好像可以饶舌的，是不是？还是补线呢？其实拢会使，就是你介意，你感觉对创作有帮助的，我感觉拢真好。如果是对创作有帮助的话，那好像，我是不知道对创作有没有帮助，但我很喜欢啊。那个 Crispy 我觉得还不错。我最近自己很喜欢的是 Crispy。如果你喜欢听独立乐坛，可以听 Crispy，然后好乐团，然后再来是饶舌的话，我很推熊仔啦，熊仔的新专辑，然后跟王 Adam 这样，然后先这几个好了，这几个应该就够听的。会使听足久安尼。对啊，可以听蛮久的。我想看卖哦。若准是我，我即摆想着两个尔，拢是无讲拢是甲 rap 有关系，啊，毋过头一个我想着的是台语的，是叫做百合花，花语叫做百合花，伊是一个，对，因的台语足厉害的迄种，因台语足顺的，因迄个押韵，因倒句嘛足厉害，我推荐一条叫做拜六，拜六，我来听听看。这条歌有够厉害，因为就是咱台语有一个，就是有一种声叫做入声，毋知影大家敢知影？伫台语内底有，华语内底无诶，就是比如讲拜六诶迄个押，迄个伊尾仔有一个缩起来即个音，毋知影大家敢听会出来？就是押。伤困难啊！毋过若是对台语较有研究，还是你，就是你真正对台语较有研究，想要去听一寡台语较厉害的，就真正会使去听因的作品。毋过我其实嘛听英语的物件，我嘛听足济。我有想到一个，我真介意的一个，嘛算是创作者，伊叫做 Demon Dice，Demon Dice。我看一下哦。Demon Dice，Demon。哦，希尔敢有听过？我觉得有机会，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好，我先分享一个我感觉迄个 Demon Dice。我感觉厉害的所在，就是因为 Demon Dice 伊主要是英语，毋过伊内底嘛会斗足侪日语的词，伊的迄个英语甲日语就会使互相斗句，对，感觉伊足厉害的，对，而且咱写歌的时阵，有时就是袂干那压一个字嘛，会想要压两个字，也是三个字，伊的英语甲日语就会使压三个字即种的。好哟，你可以再传给我。OK，这当然无问题。哈哈。哈。那完了，我把你那个页面划掉。哦，有，看一下还有什么啊？我刚突然想到一个好像可以讲的事情，但是我忘记了。哇，怎么办？我想一下，想到了。冠生他录音的时候少录2段。哈？干嘛？干真正有？你那时候录音的时候，你少录最后尾奏的那2段。对，真正有这件代志。没错。毋过就尾我有保护迄个RNG 先生。竟然想起来了，没错，他少录2段啦，好不好？突然想到，但这好像不是我刚想到的事情。
你确定这会使讲？好啦，会使会使。咱来想看嘛，佫有啥物其他佫较刺激的？嗯你们如果有想问的，也可以问哦。对，啥物物件拢会使问哦，啊，毋过无一定会使回答哦。好刺激哦！对，不过我想还有什么有我毋知影敢袂使讲的呢，啊，毋过真正有够刺激。什么东西？就是迄阵红白出来的时阵啊，就迄个 PV 都有互大家看到啊。迄阵陈如心讲，我要来出卖陈如心。迄阵陈如心讲，迄个画面吼，就是 PV 内底迄个图，看起来足像是我咧摸你的尻川。完蛋了，那个39老师记好是陈律星讲的。对，大家知影陈如心平常时啊拢咧想啥物代志啊？吼，没错，好色哦，坏神秘，太坏的 ，bad girl。哇，救命！小等我台戏。他要不在，你可以多讲一点坏话。他即马身体无爽快哦，开始有别讲。无，真正无懵，大家莫烦恼，但我也是可以让他摸一下，大家如果想看的话了。我唔敢。笑出来。看一下，还是来分享一下哦。我来分享一下我做 PV 的小趣事儿好了。好。这个档案巨大，好不好？你们知道它输出，它只有4分多钟嘛，就是4分钟多个几秒。我输出它要输出2个小时，谢谢大家。我的天哪，真是疯了！而且因为档案很大这件事情，有做 PV 的或是有接触影像，应该知道 A1 很容易 crash， 这样就是如果塞太多东西，它会很容易 crash。所以这支影片呢，你们看到它这样，但我输出，我基本上就是等2个小时。辛苦希尔加辛苦的辛苦希尔加希尔的电脑啊。对啊，你输出6小时以上也哭了。我这个没有用到那么多，就是特效跟技术啦，好不好？这个真的太可怕了，6小时好可怕，真的很难。我想一下哦，还有什么？没了，好烂。我遮有刺激的哦，我遮的观众朋友问讲，互我600块吼，叫我老实讲，敢有想要摸？那你要？你欢迎啊！对吼，有钱好讲吼。会使啊，会使啦，好不好？大家有钱，我们就讲实话啦。我靠！毋过这就互我思考一个问题吼。若准人互我600块，我若是讲无想要摸，因是毋是嘛袂相信我？对啊。哇！安尼其实就变做是人互我600块，叫我讲我想要摸尔嘛。对啊，他就会把你 clip 起来啊。Oh shit! Oh shit! No! Oh wow! 呵 clip 起，安尼我就应该讲啥物吼？这袂使 clip，人就人就知影爱 clip。你要辜负人家600块哦。对啊，开600块就会使 clip 这段。对啊。嘿咻，还有什么可以分享的？我们好废哦。因为合作实在是真顺利吼，无啥物咧冤家，所以。这倒是我们的合作非常的顺利，因为从开始想主题，其实我大部分的经验来说，都是一开始想主题最难啊，对吧？咱这摆是想迄个歌名的时阵。对，想歌名的时候倒是花了一点时间。对。
安尼分享一下。敢会使甲大家分享迄个咱咧互名的时阵有用到迄个工具？可以。或者迄个啥物？好，互你讲好啊。那个那叫什么？我看一下，歌名生产器。对。没错，因为我真的想不到，然后我们那时候2个人一起挂在 DC 里面，然后我就想说怎么办？我说没有灵感，我就去看了歌名的生产器，那个超屌！我跟你讲，我大推大家，如果真的没有灵感，你们就去用歌名生产器，因为我真的有甩出我觉得很屌的东西。我们这首歌不是失眠吗？然后它不能就是里面没有。你可以输入就是关键字的选项，它就是筛到什么是什么，然后我就筛到了失眠的肚子，这个很屌对，这听起来会使搁另外写一条歌。对啊，这个就是，而且它又切合主题，有很多，不然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当初的那个有哪些歌名，档案是留着啊？应该伫迄个咱之前有迄个讨论的。一个对，群组，我看一下啊。我找到啊。好，不然给你讲。好，等下我咧找迄个对话过程。我找到，在那个进度里面。你有看到吗？那个11月15那个。我刚才看到迄个呢，失眠的腹肚。没有啦，在那个文件里面。我们是打在文件，我传给你，这个我丢到那个灵感池。我们还有一个灵感池。对。有做者奇奇怪怪啦，有迄个啥物？好棒，失眠了。不是，我会有超自然失眠指南，这是谁打的？这不是我打的我嘛无印象是我拍的呢。哇，你打的吧？应该是我。还有失眠懒人包应该是我打的。应该是，写一条。你说。写一条失眠。不错。袂歹。重点是要，因为它基本上有3个名字啦，就这首歌。对，因为讲有3个语言嘛，所以咱爱有迄个台语、华语加迄个英语的。对。然后我基本上就是打那个华语，然后他打台语英语我们没有2个人都没有打。上尾上尾嘛无用英语的呢。对啊，我们最后完全没有，因为他好像我想一下，我连那里面也没有放啊，我 PPT 里面也没有放。其实嘛不要紧啊，内底英语嘛，其实嘛差不多有一半。对，我们的 hook 全部都是英语啦。对呢。真的。不要紧啊，不要紧啊，没有关系啦。那就里面PP 已经很满，它塞不下任何东西了啦。PP 已经足水啊。还有摸着你的良心。有摸。有摸，好 ，OK。摸良心啦，不是摸其他的。好 ，OK，我是没有觉得你在摸什么啦，吼。OK。哎呦，你这样子有嫌疑啦。无，真正无。我手硬伫桌顶呢。绿信，我跟你说哦，刚冠生跟我讲说，他刚跟我爆料说，你觉得他在摸我的屁股，然后他还说你是一个小变态这样。伊伫你遐呢。对啊。他说你思想龌龊，然后做得很烂这样。无我无。好过分哦。哇。
好过分哦！我感觉伊安尼讲，就是伊家己想要摸，而且安尼讲。他如果想摸也不是不行。哦哦。但你如果想摸，就是一定不行。我嘛无想要。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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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我做有礼貌的好过无？分！我哪有过分？我做有礼貌的，我做纯洁的好不好？是哦，你要不要去看一下？我做礼貌，我拢会叫你先拜呢。你都会这样子叫我啦，吼，你都会这样子叫我啊，心里怎么叫我是不知道啦。哎呦，大声叫，无啦。好老哦。哦，那有。你很老欸，你很老欸。那我确实是有较老无毋对啊。是没错啦，吼，你这个神明吼。无良心的。要死，你没有良心了。无头拄有人讲迄个失眠的腹肚，感觉就是迄个伤枵困袂去。这甲对，这甲咱原底迄个心情无共，毋过会使搁写一条的感觉有无？那这个可以交给那一个观众，谁讲的，然后他去写。哦，伊有频道，伊或者伊是空吗？伊是空吗？哦，海莉是不是？对海莉去出歌，快点！这个重要的工课都交互你啊！家己讲的家己负责。出一首歌。什么时阵爱交？后个月。我们用1个月写的，他1个月应该也可以吧？会使啦，会使啦。后个月咱爱看到，我爱看到伊写了。哦，没错，好，那就是2月9号，你要出一首歌，叫做《失眠的肚子》，交给你了。加油！可以啦，大家可以去订阅海莉，海莉很会唱歌呢，开什么玩笑？对啊，无大家嘛会使等钱叫伊赶紧写吼。好，可以，这个也不错，这个也不错。那有什么问题？好不好？你敢出，我敢混，好不好？我就帮你混音，那就是没问题的。毋过我可能无得斗相共，因为我毋知影我会晓创啥。你可以摸他屁股啊。毋免。这是对做歌有啥物帮助？请问。你可以让他感到愤怒，然后做歌比较快。我知就是你无赶紧写好了，我就继续摸安尼。对，我要继续要靠近哦。他就改写。我真正逐摆甲你合作，我的形象拢完全破坏。那叫变得多元，那叫开发潜能。你不要这样。你讲有道理呢。对吧？合理吧？对啊，而且敢若讲一个啥物色，就会使趁着600块。哎呦，对不对？那穿个乳环直接赚1万块哦！我天哪！来，1万块穿他乳环，救命！我做惊听，莫有别讲。真的假的？你会怕痛哦？到多大程度的痛感呢？可能失恋我都无法度啊，无啦，不一定呢。迄个就是大家知影我身躯顶有赤灰嘛？我的迄个我的腿，我的骹腿顶悬有赤一个百合花，迄较大的，迄我就感觉足疼的，所以我敢若赤迄个，敢若赤迄个是较大的，其他的拢是赤伫我的迄个手指头迄个较细，因为我足惊疼，我后摆就无买赤迄尔大。那我觉得你也蛮耐痛的吧？可以吧？无普通可以啦，好不好？穿环跟刺青比，刺青比较痛吧？无共款的疼啦。毋过就是爱忍耐足久是有影。对啊，那个就是长痛跟短痛的问题。对。我看一下。但是你有那个啊？我有看错吗？
等我一下哦。可是你有穿嘴巴呢？对啦，迄足痛的呢。哦，真的假的？嘴巴很痛哦。毋过着底痛。嘿，哦，短痛。耳是较无遐痛。嘿，但因为我有穿工业环这样，但因为我现在耳朵只挡住，大家看不到。工业环超痛的。对，听讲迄有够痛。真的超痛，对，那个真的超痛，那个真的不夸张。好，所以你没有是不是？对，原底有想要痛，毋过听讲足痛，我就想讲买。哦，可是它应该不会比嘴巴痛吧？我毋知啊，我都无疼过啊。那你去疼看呐。好好看呢。这可能要互我2万块才有可能。哈，所以1万块乳环2万块。我都无答应吼，我都无答应1万块会使了。啊，可恶！嘿，小气。哈，小气。可能要10万。绿星说 ：“You like 疼疼呢？”无，迄是五星。承認呢？迄五星。五星啊，五星。五星伫迄个，伊的喙只有赤花，有赤字呢。哦，真的假的？迄感觉都有够痛呢。你是哇，那个一定超痛，那个上面神经超多的哎。而且迄个赤的时阵，你都一直你喙齿一直伫外口。会不会不小心吐出来？真正甲迄个青蛙共款哦。你很过分呢。偷吵。你很糟糕哎。这款的代理人吼。承销还是教育团体？而且文昌阁是管迄个教育的。你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子？你的观众这样真好吗？你好怪哦。哇，你好怪哦。等钱互我就会变个较正常。哎呦，用钱教训你，然后制裁你，是不是？对，我就会变较乖啊你。那你还是继续画下去好了。你就是要看我散家，你就欢喜。对，我就是要看到你攻破，然后你不是人，攻破，然后你随便拿。我已经无重要啊，我是啥物拢无重要。你已经不重要了，你就消散吧，好不好？你已经不重要了。你要给他敲刀是吗？可以耶，我可以送你去地狱啦，好不好？哎呦，你的地甲咱的地甲敢有相共？不太一样，理论上来说不太一样。伫遐爱创啥？那边著作工作吧，我想一下。可是你要说有很大的不一样吗？其实也还好，差不多就是都是那样子，就把你丢进去烧啊。好，那真正差不多。对，真的差不多，对吧？安尼我刚才爱问一个问题，遐敢有五星？我是有看到，就是长得很像的啦，就是那个名册上，所以你告诉他最好是小心一点啦，而且他层数好像蛮深的吼。哇，高级的。哇，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残酷2选1。如果你今天进地狱了，你会想要一直做体力活，然后每天做18个小时，然后剩下时间可以休息，还是你要每一天10小时？没有，每一天也是18小时好了，每天18小时填词、写歌，然后做 PV， 这样残酷2选1。等，你讲头一项是啥物？就是一直做那种身体力行的苦役。就是身体忝甲迄个头壳忝，选倒一个。对。安尼我应该选头壳忝，因为我身体袂遐用。可是那个很可怕就是你把写歌变成工作，我不敢想象。嘛对啦。对啊。
我感觉较重要的是，迄个休困的时阵会使创啥？哦，你可以就休息，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啊，敢有网络？忙咯，你说玛丽莲梦露吗？毋是啦，迄个叫做啥 Internet？我一定爱有的啦，好不好？地狱也是很文明的。有网络安尼好讲，安尼好讲。哎呦，哎呦，敢有 McDonald's？干嘛的？应该是无啦，你应该在那边要吃你就是这一生剩下的所有的馊水啦。安尼我著爱趁即马买一大堆的迄个 McDonald's 啊，黑白蛋安尼。哎呦，不是，你那时你吃的应该都是坏掉的，你哪有那时候还可以再吃好的？安尼要安怎？安尼买泡面才会使。泡面应该可以，就是你买那种能放的，然后随便乱丢这样。有够巧好，安尼小蛋就买一箱来烧。可以，没有，你不可以烧，你就是要乱丢。对，你烧了就是给他们，给别的人吃了这样。无啊，我若是黑白蛋啊，互单独心食去，安尼就袂使算我那没办法了，那不行欸，那就是进到他肚子里了啊。哇，安尼无法度。哇，不是，讲的好像绿星是狗狗，然后四处在找东西吃，怎么会这样子？绿星是狗吗？无，应该毋是。应该毋是，伊就毋是啦。哦，上讲诶，你先讲诶，你先讲伊是狗啊。clip 这段。clip。安尼我可能嘛是会选迄个呢，动头脑18点钟。真的哦，你还是会选这个哦？对啊，我无介意流汗啦。好啦，那就是到时候我帮你注记一下，就之后见喽。哇！安尼我是不是爱介绍阮遮的地工？有啥物无共？有啥物服务安尼？可以哦，请你开始介绍。无啊，就是迄个啥，有心咧争取啦，讲迄个要伫地工有一个专门食盐水的迄个处罚，就是敢若会使食盐水。好像是很他哦。对。不是啊，那如果遇到那种真的很喜欢吃香菜怎么办？伊就调工落地工啊。那听起来还是很不划算呢。我想看卖，嘛是互你一个迄个残酷2选1好啊。好。这经典的有够经典的迄种，大家应该拢听过。请问你要食气味哪屎的咖喱，还是气味哪咖喱的屎？这个我们之前就有讲过了，大家都很震惊我的抉择，但其实我会吃咖喱口味大便。是安怎？因为你如果不跟我讲那是大便，它就是完全咖喱味的话，那其实也还好啊，就是不是你好好思考一个问题，大便不是不能吃啊，对吧？对吧？而且大便还是从我们吃过的东西然后排出来的，所以它也是食物的进化论，你知道吗？说不定在更新颖的未来，大家都吃大便生活，大家吃的就是咖喱味的大便，对吧？你是不是叫迄个放屎的人先食咖喱，伊放出来就是咖喱味的？你如果想要知道这件事情，还是你叫绿星去吃咖喱，然后他大出来晒给你吃。自己想着自己负责，这件事情我刚有说过哦。救命！哇，这嘛是一个介绍啊。逻辑炸弹，Logic Bam Boom！救命！不过若是我嘛有想过这个问题，我可能会选食起来哪屎的咖喱。对。好恶心哦！你吃大便尿臭哦。不，我食的才是咖喱呢，你食的才是屎呢。可是你吃的跟大便没两样啊！你知道，我不能接受嘴巴有大便味，好可怕哦。不过咖喱就是比赛来讲，咖喱应该较是会使食的物件啊。咱这世人就敢若有这个机会，会使他们都可以吃。
然后你刚是想要说你一生只有一次可以知道大便什么味道的机会吗？对啊。不是，可是你去上个厕所，你也就知道啦。无啊，有诶物件迄个闻到的味，甲食起来的味都无共啊。哇，你是神农，你百草清肠，你清肠大便呢，百变清肠哎。哦哇哦哇哦。哦哇。我想想看，这个是一个很好拿来写论文的东西啦，好不好？若是有迄个论文，毋知影要写啥物诶，会使写即个题是百目。变怪，我要笑死。哇！你说？无，我即马想无其他的题目。我还有一个，来，超可怕。你怕蟑螂吗？会呢，会惊呢。好，那就这个了。你想要家里有100只蟑螂，还是3只跟吉娃娃一样大的蟑螂？迄100只是偌大只？就正常大小。吉娃娃。一起来选选看好不好？大家一起来选选看，我很好奇大家的答案。你是不是爱开迄个投票啊？这个要开投票，你疯了！我们今天不是后日谈吗？我有一半的时间都不知道在干嘛。我家有人讲100只都无够伊抬呢。那他有没有考虑要就是出塞啊？我觉得可以出，我觉得应该这世界上应该要有个职业叫做杀蟑师，好不好？他就是可以专门到府，像 Uber、Foodpanda 帮你专门到府杀蟑螂。我觉得这世界上需要这个职业。我家有人做巧，讲囡仔人才做选择，伊2项拢无爱。我以为他2个都要我想说哇，我天哪，这么爱哦！头拄仔迄个讲100只无够抬，伊讲互伊迄个气化化的 size 的看觅。跟吉娃娃一样大的蟑螂，好像就已经不是蟑螂了。这应该这有挑战。它就是怪物，你要拿对，你拿拖鞋打不赢，你可能要拿刀跟剑跟盾。对啊，我算袂出来呢。敢会使找别人来斗相共，来斗台？不行，你就只能一个。我惊讲我会互迄个较大只的，敢会甲我夹，会甲我抬死呢？应该不会，他顶多就是还是看着我嘛趴在你会得走身上吧。好啦，100只好啦，100只。不行我宁愿3只，我也不要100只。嘛对吼，伊遐大只，你一看就知影伊伫倒位。它看起来跟坐骑一样，你说不定可以坐着它四处跑。哇！我才有人讲，迄个吉娃娃无介大只，甲伊头切掉就解决了。无，你敢知影？伊无头，伊佫会使走。家蛇无头会使活1礼拜，伊就尾伊死去的原因是枵死。可怕哦！对啊。好恶心，真的，蟑螂真的好恶哦。对，这毋知影上门的吼。哇，蟑螂没有痛觉，那我们可以把它五马分尸无啊，伊会听嘛是会使啊。你不是生病吗？我才无咧管迄咧，我管科技尔。我管伊敢会听。笑出来。哇！歹势哦，我都无良心哦。真的是我看爆！我拢食牛排，敢有差？好像是没错啦。对啊。拢有咧食吧，无差啦。哇！我没想到，我真的没想到，颠覆我的三观，太屌了！神霄，我的超人。高雄哦，高雄。高雄，屌啦，有够屌。我来想看觅，佫有啥物其他的？一个无聊的。
嘿，请问，这毋知敢袂使问呢？若是要选一个人，甲你斗阵过一世人吼，你爱选规身躯拢是毛的，还是规身躯拢无毛的？哦，这个很简单吧？当然是全身都没有毛的啊。嘛无头毛哦。对啊，我超爱光头的。嘛无目遮毛嘛无哦。我有跟观众讲过这件事情。目遮毛是什么？就是你的目睭的迄个啊，眼睫毛。对。那个无所谓，那不影响啊，因为我曾经有把我的就是不是睫毛啦，但是我曾经把我自己的眉毛全部剃光过。哦。因为我觉得那很帅，我就是那时候把眉毛剃光之后，我很想要去理光头，全光没有毛的那种。哇哦，啊，落尾咧？我觉得那超帅的欸。啊，你敢真正有？你说剃吗？没，后来没有，我后来就是只有把眉毛就是刮掉而已。哦，酷。看一下还长得出来吗？可以哦，眉毛可以。会使。就是对，因为我很喜欢长得像外星人的人类这样。哦，你要选生较像外星人的人，还是生较像外星人的外星人？人还是爱选人？是安怎？是安怎坚持要选人？因为他可能会人长得像外星人，他不会有外星人的技能。可是如果我挑了一个长得像外星人的外星人，他如果脸突然张开，然后里面有舌头跟牙齿跑出来，我会吓死。所以我还是选人，好不好？有巧。要。我咧想讲介绍一个外星人，互你熟悉。无啦。哎呦，无我别讲诶。你说你自己吗？我毋是，我地球人。哎呦，哦，是哦。佫有啥物啊？嘿。佫有一寡嘛是较无聊诶。嘿。皮肤作白，毋过有迄个足侪斑点，还是皮肤作乌，毋过皮肤作好。哦，我都可以耶。我感觉两种拢好看呢，其实。对啊，因为有很多白人脸上有超多雀斑，然后我其实很喜欢晒得很黑的皮肤。哦。对哦，我其实有想要去，那叫什么？把皮肤晒黑的那个机器叫什么？其实我嘛毋知，可能互做一头。直男这个问题啊。我知影，互做一头。OK，总之我就是想要去做那个，就是去晒，去那个机器里面晒，然后晒成那个小麦色。哦，对啊，日晒机啦。安尼甲日头差不多啊。因为太阳会晒不均匀。对啦。对，跟就是甲你那个关伫内底嘛。对。看一下，是毋是日本其实真流行啊？日本人流行这个哦。就是因有一寡人会条件拍甲足乌，是为着 fashion。对，就是安尼啦，就是我介意迄个 fashion 的颜色。fashion。哦。日本辣妹没错，为何要晒成小麦色？很多人都会问这个，为什么你要这样？为什么你要这样？为什么你要这样？一句话，因为我喜欢。无毋对，我嘛是安尼想。无毋对，因为我很爽，我就是想要自己长得很黑。非得我介意吼，你甲我管。笑死，因为我就很喜欢我很喜欢皮肤黑这样。我想看卖哦。嘿。我那想无，无，我感觉皮肤较白有较白的水啦，较乌有较乌的水。对啊，就看个人喜好，但我太喜欢那种黑到发亮的肌肤。哦，对，真正有一寡迄个有一寡乌人，因的乌人嘛，毋是干那一种，有的乌人是真正乌甲，毋知安怎讲。毋过我感觉迄其实嘛有一种水，我袂晓讲。对。
就是黑道很像那种，你有没有看过巧克力加热完融化，然后流星的那个，它就是会有一个光泽感。对，完全同款。没错，就这样。哇，我是你肚里的肥虫哎。哦，听起来有够。还蠕动。哎，你敢知影我长吃啥？我想一下，我感受一下，我在你肚子里面爬来爬去一下。你的晚餐应该是雨生的屁股毛。不是，完全唔对吧？哦，好吧，猜错了。想就知影无可能好无？哎呦，不好说啦。哎呦，你敢是家己想要食看麦？我不要，我不要，那我宁愿去吃大便味的大便。啊，不过尻川的，我想要吃它的屁股毛。尻川的毛食起来应该嘛是屎味，是差不多啦。可是那个是它的毛哎，哦，我知，别人的屎会使，五星的都是袂使。对，不可以。哎呦，甲伊针对啊。对啊，怎样？你的也不行啊，好不好 ？OK，啊，有什么嘞？还可以，还不错。其实我嘛无想要知影。你问的。对，我是安怎爱问这种问题？救命！对啊，返璞归真，人终究一天还是要吃屎的啊！你早晚不吃，你现在吃一吃也是可以啊。哦，较早开始练习，较早惯习安尼。对啊。OK。我笑死！他在干嘛？我们今天没有在聊正经的事情呢。对呢，无即摆开放大家问问题。可以，大家欢迎啦，好不好？欢迎大家来问问我们。问一寡较正经的好无？莫阁问讲啥物色。可以吧？为什么不行？哦，问讲头毛啥物色嘛是会使。哦，对，头毛啥物色？哦，我600块我就甲你讲。哇，这个还要付钱哦！对，好过分！对了，你可以补念那个月600的那个绿界吗？我想知道它里面有写什么。我看卖。你可以找吗？你找得到吗？会使哦，毋过伊内底讲无漏话呢。无漏话，我为历届遮看是讲无漏话。哎呦，但他好像有留你是从哪里看的啊？伫迄个重单的迄个内底有迄个会使写迄个笔座对，迄个所在。哇，那他那哇月你是没留到，还是你现在讲你刚刚说的啥？对啊，那安尼。哇，怎么会这样？我看卖哦，敢还有其他的迄个？好像没有其他的。对啊，应该是伫遐看对无？对啊。哇，可恶！对，我真正无。那没关系啦，好不好？他没有就算了哈，干嘛？你说的什么？到底是啥物？做刺激的。对啊，你这样子让我们心痒痒的哎呦，小等伊就讲。他在吊你胃口伊小等就讲，想要知影，互我2000块，我就甲你讲。那我们就让这个东西就是沉入地底吧。我不想知道了。我突然之间就 don't fucking care 的啦。哇！呵，伊就是无要讲吼。看一下吧，说不定他在打字啊。但我们好像差不多了，对不对？无要紧，互伊一寡拍字的时间，对，毋过其实嘛差不多。咱安尼咱，哇，伊敢若拍3个表情尔。哇 OK， 你在嘲笑我啊？妈的！好啦，上尾敢有啥物物件爱甲大家交代？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首歌大家快去听10遍。对，这真正足重要诶。
没错。听了吼，爱分享互10个你的好朋友，哦，那真有朋友啦，嘿，有够过分，安尼讲人，还有人互我钱啊，哦，快念，哇，777块，赶快无啥物件，毋过伊的名吼做 Happy Birthday，哦哟，哦哟，毋过我还袂过生日呢，是哦，你敢要过生日？我无啊。安尼是安怎好做 Happy Birthday？还是其实是伊生日叫 Happy Birthday？ 哦，其实是伊过生日啊，咱爱甲伊祝福。我觉得有可能诶。无咱即摆是安怎唱一个啥物生日快乐安尼？可以啊，可以啊。祝你生日快乐！嘿，祝你生日快乐！嘿，祝你生日快乐！嘿 Happy birthday to you！ ，bang！ 耶 ，damn！ 耶！祝你生日快乐！毋过嘛是爱听10摆嘿。没错。对，4月 Open Verse Challenge 嘛，伫昨已经结束迄个投稿啊，对无？没错。敢有需要宣传一下你的迄个刷来直播？好，会当甲大家宣布一件代志，就是。这个这个有点尴尬。我本来排这周的6日，因为老实说都是结束1周，然后直接隔周的6日嘛，就我一直以来的行事作风都长这样。但是这一次比较特别的是卡到学测，然后我觉得学测这么重大的事情，就不要再去卡位了哈，大家就专心的就好好准备考试，然后考完之后我们再好好一起听音乐。所以我会把这个东西拆成下周，也就是新年前的平日的每一天晚上，然后会各有一场的 reaction， 这样。大家会记得去看啊。没错，这次就变成在平日，因为除夕跟初一的晚上不太适合啦，就是大家都要，对啊，大家就是过个好年，我们就是过年前来个音乐大派对。过年时阵，学生加油！对，真正，迄个我遮嘛是足紧张，学册是最重要的考试。对，所以我即摆遮无投稿。原来是这样子，辛苦了。我都一直做想要投，毋过迄个陈律心甲吴昕拢有投。有我有看到，而且吴昕他还给我压线，他大压特压，而且他还怎样？你跟他说他的那个歌。连结没有丢到那个表单里面，还是别人帮他丢的。对，我知，迄个信众朋友甲阮讲。对啊，没有关系啊，没关系。我知道大家会忘记，我会去捞这样。得下。是有真正是做用心咧办这个活动。用不用心我是不知道啦，但偷偷跟你们说啦，他到底什么时候结束啊？我好累哦。哇，好，咱会使来迄个结束啊。无啦，安尼就没有啦，快了啦。会使，安尼就祝大家新年快乐吼。嘿。新年快乐。安尼大家爱记得去听 OVC 的迄个直播，新年的时阵会使分享互你的亲情朋友吼。有一件最重要的代志是，你的亲戚朋友应该爱知影的，就是这条歌。对，这条歌是一定爱分享的。没错。对，其实其他的人的歌，我毋是真要紧啊。无啦，讲笑。对啦。你们就知道他有多嚣张，他私底下都这样了，他不把所有企业事放在眼里的。无，我哪有？好啦，讲算笑尔。好啦，安尼开玩笑。对，会使甲大家讲一下暗的是要结束啊。好，安尼我就甲我的观众朋友说晚安，那你们拜拜。好，我甲我的信众朋友讲晚安，安尼大家
明仔再会，拜拜。多谢大家，拜拜。